湾基督长老教会相连教会洪秀清传道师、方立牧师、凯廖慧茹牧师、就任关怀牧师受致感恩礼拜。特会员进场，会长请起立，司琴请奏乐。伊所享受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先生来做车用的工，去做基督的身躯。各位主内兄弟姊妹，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洪秀清传道师、廖慧茹牧师已经受相连同会监选，也得到中会看做妥当，直接自执伫遮。照典礼来奉立愿主祝福这个会，请起立来吟新唱诗236首，俄罗主的囝儿着俄罗。谢。咱三脚拗头来祈祷，创造宇宙万变的主宰，耶和华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是有丰盛的慈爱、赐平安的上帝。虽然世界疫情威胁也无完全过去，但是受到你的保守，台湾的疫情渐渐得到控制，生活慢慢恢复正常。互阮今仔日会当遮组织
用感恩欢喜的心举行盛会。若毋是耶稣基督保护的掠坎，圣神的大能的保守，阮决断无法度徛稳伫遮。阮齐声学罗阿爸天父，阮要有分伫天国的福分，阮感谢你，感谢上帝。150多年前，你呼了侪侪宣教师离开因的故乡，来到台湾这个岛屿，用性命服侍台湾的正百姓，透过教育、慈善、医疗种种的服侍，将天国的福音分享给阮。你嘛，搁一代搁一代，呼了你所拣选的门徒，接续传福音的大使命，参与其上帝国的起造来服务众人。特别伫100多年前，你互福音伫其实犹原是参政的牛埔仔来亚证，伫江连比这个所在去做属地你的上联教会，行做光电，引带百姓归向你。伫遮，互人甲你相拄，看见主的荣耀；伫遮，互人的性命改变，灵命得到成长；伫遮，互人为主做梦，领受丰富的恩典；伫遮，互人彼此相听。兄弟互相要鼓励，伫遮互人找到属于你的道路、真理、生命。伫遮充满上帝稳定甲祝福，满溢伫这个社区、城市、都市甲世界所在，阮感谢你。今日阮这人为着洪秀清传道师洪牧甲廖慧如牧师，就连相连教会关怀牧师，伫遮组织感恩敬拜。互阮有份见证你的恩典，搁一遍赐落去相连教会，恳求圣神教阮同在，感动阮正人心情，拢会得到上帝你的份兴。因为你所赐的平安甲喜乐，互阮当心学乐你的性命。特别恳求你赐福互洪秀清传道师亲像，对今日开始，伊要承接寡大的使命甲交托，受你的感动，成做好的牧者，关心牧养你所疼痛的正羊群。主啊！愿恳求你，互伊毋通袂记伫起初你呼了伊宣誓，要成做你牧人的意向。对今仔开始，勇敢来回应你对伊的差派，恳求上帝赐下恩典、智慧甲开来互伊。我嘛要恳求上帝祝福廖牧师，你互伊经过侪侪操练，伫教会、机构甲病院，用主的疼痛关心需要帮助的人，忠心服侍你的百姓，见证福音，荣耀你的性命。打伊家己相邻服侍的团队，扩展服侍的境界，恳求上帝为伊大开福音的门，稳大伊的服侍，互伊定心得力，加伊点心陪悬，走无野，行无限。嘛求主大大祝福相邻教会蔡牧师团队，正直忠直甲会友，因为伊个学位记者毋听三款台，因倒无精神，互人清气好气。嘛，甲你三好好，其黑暗世代带来光明，其垃圾的社会带来清气，用福音者的精神，为别人的需要付出伊的疼心，以治愈世人的心肠，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互阮的信仰徛在其圣经宝贵启示的磐石顶，甲耶稣基督相结连。恳求至高上帝大大恩待相连教会，互相连教会继续成做上帝祝福台湾。世界的祝福，阮伫遮有无限的感谢，因为你所赐的无限的恩典。愿今仔日丰富受一感恩礼拜，加对澎湃者献到上帝你面前，所有荣耀归乎你，你所赐的平安，归乎今仔日所组织的正人成就。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正伫地成就天呢。愿感谢祈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要做伙来攻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请咱起立。愿信上帝，创造创意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你是历史甲世界的主，使命进化甲拯救，你的囝对圣经投胎，你在这个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家己。就是由你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你的信号，变是的是多大，人民上帝的平安。
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到25节，是你嘅信息是对这灭亡行的人是愚妄，毋过对咱这个得救行的人是上帝大能力。因为圣经有记载，我要消灭智慧的人的智慧，我要气杀聪明的人的聪明。安尼，智慧的人得到了。经学教师得到了，这世代搞辩论的人得到了。上帝已经互这世间的智慧变作愚妄啦。既然世间人袂当靠家己的智慧来捌上帝，上帝就对伊的智慧欢喜，用阮所传愚妄的信息来拯救信伊的人。犹太人求神者，希腊人找智慧。毋过，阮宣扬定实的基督，这个信息对犹太人是脱爱，对外邦人是愚妄。毋过，对上帝所敬重的人，无论是犹太人也是希腊人，这个信息是上帝大能力，是上帝智慧。因为上帝愚妄比人较智慧，上帝软弱比人较勇壮。以上。讲到要请中医牧师张宏文牧师，伊的主题正做有限的无限。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这是三甲的祈祷。慈悲天大天父上帝，感谢你，在你面前，阮自执，阮的心欢喜快乐，因为今仔日是你所赏赐重大日子。搁再有人在你面前来使用，成做你尽忠的奴仆。伫这时，阮来领受你的话，求你通过这话来帮助阮，互阮通甲你相同工，互阮领受你所互阮话语，尽忠来跑走。伫这时，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咱检查拢真实，是讲是一个信息，是上帝警告人，用人掠做愚妄的，成做伊真正的智慧。伫希腊的帖仔中间，因足介意来讨论，足介意来辩论。有一届，保罗想要请去到阿廖巴谷这个所在，因问讲。保罗，请你甲阮讲，你新的学说到底是甚物？保罗将这种因掠做家己有智慧这种的想法来伫遐支持讲，安尼智慧的人伫倒位？经学教师伫倒位？这世代的雄辩家伫倒位？上帝已经互这世间的智慧变做愚妄啦。保罗甲因讲，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妄？保罗讲是一个信息，对遐灭亡得救的人是愚妄；不过对咱这得救得救的人是上帝的大能力。保罗认为讲，咱应该夸口的，毋是人的智慧是生做甚物，因为上帝上含万上愚妄的道理，还阁比人上智慧的智慧更加有智慧。保罗宽勉哥林多教会信徒讲，上帝旨意有伊足奥秘的所在，所以上帝经世间人看做愚妄的，爱互这个家己掠做聪明有智慧人来得到见效。保罗事实上对甲因讲，什么叫做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毋是通过辩论，毋是通过这逻辑思考，就当带出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指在地上帝的赏赐、上帝的律理。真正的智慧是在地耶稣基督内面。真正的智慧是参与伫有上帝存在关系内底。前一阵仔，我有看到一支的影片，这个影片伊的题目影片的片名叫做《3星营养午餐》。内底这主角是女性。伊的工作是一个大姊师，伊伫一间餐厅受聘做总铺师，然后因为伊的手艺有够好，伊当有足多的创新，
伊带领这间餐厅来成做米其林所评定的3粒星这种荣耀。结果无拍算，经营者可能是别空车万度，所以来设计陷害这个主角。这个女主角伊煞来成做所有餐厅拒绝的对象，伊煞无工作通做。伫一个一个意外的机会，伊成做一间学校的总铺师。学校的总铺师毋是家己要开什么菜单、煮什么菜就当决定。学校的规定要有一个营养师来开菜单。总铺师的任务是根据这个菜单，并着这个食材来煮出学生囡仔爱食的物件。这个影片中间有讲到，这个女主角凭着伊真牛的手艺，伊将真侪学生囡仔无爱食的物件，这个食材甲料理过了后，每一个囡仔是一喙，搁再一喙一直食落去。每一个学生囡仔都讲真好食，甚至有真侪美食家来到学校嘛讲，这个菜色实在是足厉害、足好的，大家拢家学了。不过，无拍算这个经营者嘛是甲这个女主角一直避开，准算是已经无伫餐厅。不过，因为伫学校办营养午餐办了有够好，所以经营者继续来设计甲陷害。所以，这个餐厅经营者就来买收真侪贩卖食材的这个通路菜市啊，甲因讲袂当卖这一流的食材，互这个女主角。结果这个女主角，伊固不二中，就来买二流的食材，然后通过伊的手艺，伊将这二流的食材通过料理，结果伊所煮出来的物件，嘛是得到众人的肯定甲学乐。那么你讲，虽然是二流的食材，不过伫这个女主角这个总铺师的手头，伊无过再是二流的食材那点。伊是当食做一流的餐点，食做一流的食食。保罗在评论希腊人，因在讲智慧，这个智慧嘛是亲像类似的感觉。所以保罗讲，上帝故讲比人较智慧，上帝软弱比人较勇壮。智慧是在的，因为是上帝的，所以伊是真正的智慧。就亲像二流的食材。伫真正手艺好的人手头，伊嘛当食做一流的食物。伫保罗甲希腊人因对话中间，所产生的冲突就是是物价的信息。对咱来讲，咱就关系伫教会中间有是物价这种上顶的符号，咱可能有是物价破链挂伫咱颔棍顶悬，嘛有可能有是物价并尖并伫咱的衫的顶悬。是物价信息，伫保罗时代对迄当时人来讲是见效的，因为伊是针对这死刑犯处死的器具。对希腊人来讲，这个代志实在有够讲，上帝哪有可能来亲自正做人钉伫十字架顶？哪有这种道理？犹太人更加无法度来接受。我都接受讲，这是弥赛亚来到世间拯救人的方式。因我都认为讲，全能的上帝为什么将家己限制到这种的程度？诚做有限的无限，到底我要表达什么？伫今仔日真侪教会在宣扬福音，注重的是咱的人数要安怎来培加，咱要安怎吸引人进入教会。的确，遮侪方法是引带人来进入教会，也互一个人得到利益，嘛互教会来得到真好的进步。不过，保罗伫遮来提醒咱，保罗传福音，伊所注重的，毋是技巧，毋是什么款的知识，毋是什么款学问。保罗讲，伊敢若传一项那点，叫做十字架的道理。保罗伫头段经文内底讲。兄弟姊妹，我以前去恁遐时，无用水的言辞，还是智慧宣讲上帝奥秘。因为我决定，伫恁中间什么拢毋讲，
只有要讲耶稣基督以及伊定死伫十字架的事。十字架的信息，毋是上帝愚公一种失败作为，却是上帝用人掠做愚公上成功、上有智慧的一项作为。有人在讲人定胜天，毋过大家安尼讲，千算万算毋达天一位。十字架所代表的是将我这个人甲病空看无我家己，我看见我家己的无助，我看见我家己的无能，我看见我家己是无通仰望的情形。然后咱才当来思考，咱人毋是靠着家己的修行来得到正做义。人受称做义是上帝主动伸出伊的手来接纳咱。十字架记号代表咱若交出咱家己，无搁再掠做咱当靠家己，安尼咱才会当真正的成功。当保罗讲，因为上帝故讲比人较有智慧，上帝软弱比人较勇壮。我带到一个联想，多正就替耶稣基督。然后我嘛联想到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叫做伫数学顶悬的无限大，一个8的数字甲放摊怀。这个无限大什么意思？就是我将这个数字无限大的数字甲减掉一个天文数字，这个无限大永远是无限大的一个数字。我想到一个无限的上帝，伊安怎来成做一个有限的耶稣基督？受限制伫人的时间甲空间内底，安尼敢讲上帝将家己局限伫有限内底吗？我要讲的是上帝用到人所会当理解的有限，来成就伊无限的作为。通过人掠做愚公的，来显示伊真正的智慧。我有时阵足喜伫文字顶面来算一寡游戏。即句咱的题目叫做“正做有限的无限”。这句话我甲伊来解读有两种意思。头一个是上帝是无限的，上帝屈给伊家己多正肉体，正做有限的人来伫即世间的生活。毋过这句话正做有限的无限。咱若将后壁正做有限的无限，会当带出另外一种无同款的意思。咱看上帝智慧甲拯救正做愚公，因为是咱正做有限。毋过，咱嘛会当伫咱有限顶悬参与上帝的救赎。无限的上帝正做有限，多正肉体受限制伫空间甲时间内底，成就伊终极的拯救。人看做愚公，毋过，咱人虽然软弱受限制，当咱若倚靠耶稣基督救赎恩典，咱嘛颠倒会当活出刚强壮大的人生，咱会当跳脱出咱平凡的人生，互咱家己原本受限制的性命，会当成做上帝所使用，成就伊无限作为的工具。咱毋通看见咱每一个人，咱拢会当互上帝来使用，成做一个无限的本质，成就无限时间的器具。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安尼讲：我倚靠赐我能力的基督，我有气力通克服逐款的艰巨。在伫咱无法度做甚物，总是在伫迄位对天降落、对无限叫做有限的上帝来讲，伊亲自用有限来成就无限极大的作为。安尼，咱就当尽着仰望，咱无论安怎卑微软弱，无论安怎欠缺，只要咱愿意，咱就要成做上帝重用的奴仆。原来每一个人拢会当亲自参与伫上帝对无限叫做有限这种的过程内底，会当来参与伫上帝使用咱的有限
来成做伊无限工作的器具。咱三甲来祈祷。慈悲坦若天父上帝，感谢你对天降落，成做人的款式，受束缚伫时间甲空间内底。在人伫看，这是一种自我的拘束；在人伫看，这是一种的愚妄。这是阮知，这是你的智慧，你终极的拯救。天父上帝，愿你来帮助阮。当阮看见家己有限、软弱、无能为力的时阵，阮通知影，伫阮生命中间有你无限的气力，甲阮三个同在。通过这气力，也要互阮平凡的生命发生影响力，通成做你见证的器具。天父上帝，愿你甲阮三个同在，帮助阮参与你拯救世间人伟大的作为。献上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要来进行就任受祭，做伙起立吟新圣诗443首，愿打伫主圣殿。请坐，下面誓约换手礼甲宣告，要请中会议长来主持。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咱要按照教会的规矩来奉立洪秀卿传道师来正做牧师，也要来设立廖慧茹牧师来正做关怀牧师，担当主所交代的性质。所以爱请要奉立甲设立的两位，甲同会的信徒。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头前来誓约，这时来请两位起立。洪秀清传道师、廖慧茹牧师，担任要领受牧师重大的责任，
你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恁有确信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基也无？有。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既然教会中特定号的职务，就我靠伊来设法，恁欲要呢行也无？未。恁敢有要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有。恁愿意做相连同会的关怀牧师，确信这是上帝的旨意，要忠心尽职传福音，一世人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欲要呢行也无？未。除了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设使恁以后所信所传所行，若无照教会的法规，恁敢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的裁决也无？未。请坐。我这时也代表中会，要来唤起咱双连教会的正信徒知，这个时阵是信徒定心奉献立志誓约的时，也要请咱会籍伫双连教会，也是你固定伫双连教会的聚会的每一位，这时请恁起立来誓约。请证人来应答我所问的：恁有相信选个别耶稣基督做救主、做教会头啊无？有。恁已经聘请洪秀清传道师来成做恁的牧师，也聘请廖慧茹牧师来成做恁的牧师。恁敢有诚实欢喜来接纳因、敬重因？疼痛因、体贴因、替伊祈祷，搁甲伊同工来兴起上帝国，煞降及因的需要，互因会通利益伫教会。恁欲免的行啊无？因用上帝的道理来教示恁、劝诫恁、警戒恁、培养恁，照法度来料理教会。恁着谦卑来顺探，恁欲免的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彼此若有失错，通通知小会来设法，唔通世界包容，致到妨害教会的大局。恁欲免的行啊无？请坐，这是来举行换手礼。请咱本庄的牧师来到伫台前。咱三个来祈祷。主啊，你是捌正人的心的。佮照你的所爱来竞选人做你的圣工，伫你的面前，阮发现家己的真相，是何等的误会、卑微佮重罪，总是对你无限的疼。伫你的囝的火，阮得到赦罪赎过的福气。感谢你伫万人中间竞选人，甲你同工，互有限的人参与伫你无限永远的圣工。
有多人有份伫你至圣荣耀的性质，这是何等的荣光！愿只有用感激来应答你圣的呼召，求你监察你的采用。洪秀卿即时跪落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甲你立约，奉献伊本身，求主你成全你的旨意，通过你正罗卜的换手，奉立伊来做牧师，照顾你正羊群。主啊，求你的神扶持伊、引带伊、帮助伊，来尽忠伫你对天理呼召伊的职分。求你甲伊同工，赞伊的气力来做你好的采用，互伊会晓伫工作的中间仰望你，缀你圣的模样来引带你的羊群。想使伊的心有智慧，通知影羊群的欠缺甲需要，及时来帮衬。回溯牧养的羊群，时常伫青翠的草坡得到把足，伫清气的溪水得到止渴，伫凉冷的树林得到安息。求你想使伊有疼心，亲像你捌为着羊放杀性命。想使伊有耐心，亲像你遍行山坪，超找失迷倒转；想使伊有自心，亲像你抱羊仔囝伫行前，带全群伫头前行。无论是伫欢喜、艰苦、富足，还是逼真，求你互伊无袂记你今仔日的誓约，对你的呼召受职成做牧师。互伊将心尽这份，直到徛伫审判台前，通对你得到学路讲，好搁尽忠的罗卜。愿的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宣告会场请起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官兵，接纳你洪秀卿、廖慧茹来成做相连教会的关怀牧师，煞通知正信道在牧师的职分甲官兵。是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交代恁，当恁受封立甲设立做牧师，就照顾上帝羊群，都无兴起上帝国，就谨慎你本身的行为，甲恁所教示的，就时常关心这的代志，因为安尼行就要救恁本身甲听恁信息的人。
会众请坐。接着要来接纳，要请特会员咱本庄牧师甲本堂的长老、会林长老。请坐。下面就任师大先要请洪秀清牧师来讲就任师续接小解的亲人，续接则请廖慧茹牧师。各位牧长、特会员、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会当徛伫遮，其实我的心情是足复杂。讲欢喜嘛，其实有小可欢喜，但是更较大是迄个责任较压力。我已经几落日若困无好势吼，会当防牧我真正是非常的戆领吼，因为咱长老教会要改变法规是相当无容易的代志，所以嘛真侪兄弟姊妹听到我要防牧，伊嘛非常的夹一条，伊就甲我讲：“洪宽德，你毋是永远袂当防牧啊吗？”因讲的嘛是真正事实啦吼。总是我要讲上帝神热，拢是伫人无拍算的时阵来发生。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嘛毋知什么叫做呼召，我敢知讲我幼稚园读的是高雄六合夜市迄搭遐迄个新兴长老幼稚园，因为常常听老师甲讲耶稣的故事，我就相信真正有一个耶稣存在。迄阵开始我常常个耶稣来祈祷，一直到我升了小学的时阵。我就真爱去传福音，包括我厝里的人，我拢传了了。我嘛捌讲过，我传互我的哥哥，佮传互我的姐姐，我阿公阿妈，因拢讲莫甲我讲耶稣啦，希稣肉酥啦吼。
总是上帝真奇妙。刚若阮阿公阿嬷来袂赴洗礼，因就去上帝遐，尾啊，我的兄弟姊妹甲我的爸爸妈妈，拢有真侪基督徒，伫五福高雄五福教会来洗礼。我两个姐姐是伫咧美国，全家因去洗礼。我从小学就爱传福音，嘛真爱带人祈祷，但是我毋知影为什么，我就是遮尔爱耶稣。事实上，我即世人会当真做传道师，我就已经真满足，堪感谢上帝。当初我去读神学院，真正是因为干那要做一个圣人主日学的教师尔。因为我去教圣人的时，我感觉我无够野。伫咧这过程中间，就学小师的3年，我阁休困2年。就是我迄个呼调无清楚，一直到我休学倒转来读，完成大学硕士的时，上帝就开始感动我。迄个好牧者，迄个图片，耶稣配一只羊啊，常常拢咧甲我讲爱抽签，我就一直流目屎。我得甲上帝讲：上帝，你听了毋对，我毋是要做牧师，我是要做老师。总是上帝拢无放弃，一直甲我安慰鼓励。我流几落摆的目屎，佮看我的先生讨论。当然，第一个印证，我甲上帝讨几落印证，爱我的先生答应，我才敢行出这个抽签奉献的道路。我讲几落的要求，上帝嘛一一甲我印证，我才敢开始行这条道路。就安尼，我抽签顺福去到台南太平间教会。当要去的时，我嘛毋知迄间教会生做啥物型。一去看来，嘛是一间大教会。我真正袂明白上帝伫我的人生安尼奇妙的安排，互我学习的2间教会，拢是相当有历史、有文化的教会。伫今年总会改即个条款的时，讲实在，若毋是真侪南中的同工，佮真侪七彩中会的同工，侪人为着我的案件，互我紧通过，我应该是无遐尼紧，伫即摆就来完成这所有的手续。对今日起开始，我知影我的责任真正是哪来哪大，审判嘛哪来哪严。我知上帝呼召我，毋是要叫我去坐伫耶稣的正边倒边，伊是要叫我来世界来死。伊要我我的骄傲来死，我的脾气，看我的疼心无够，倘若因为我的死，会当互别人的生命灵魂，搁再一摆活起来。过去上帝亲像分条火条相款，一步步咧带领我行一条我毋捌想过的道路。这条道路嘛，互我真侪人的朋友跌破眼镜。若无上帝手在看我真正是无法度行到今仔日。我嘛真感谢，真正有真侪兄弟姊妹对我的疼，不管是伫台南太平间教会、台南中会，以及现在我的宝会相连教会，真侪兄弟姊妹含同工，拢非常的疼惜我，看我做伙同工。我服务了嘛，非常需要恁常常为着我来祈祷，因为我惊我换了位置，换了脑袋，我也很害怕，所以我祈求恁会当继续为我来祈祷，互我毋通行歪错。愿恁为我会当更较有爱心、耐心、智慧，通好成做一个好的牧者来祈祷，因为恁的祈祷就是我服侍上界大的快乐。
接续我要来感谢我规个过程中帮参观的，检查我有诶老高。我尽量。第一，我一定要感谢的是天父上帝对我一生的安排。本来我是想讲，我敢甲阮兜3个查甫人顾好，我的先生、阮2个后生，安尼我就非常的满意啊！吼，无想到上帝将遮尔济兄弟姊妹、双联教会这大家庭的人，拢要互我照顾，我真正是非常的惊吓。总是今仔日张牧师的讲道，互我一个非常的鼓励，非常大的鼓励。伊讲上帝是会当将有限改变互无限，所以我相信上帝是透过张牧师的讲道，要来鼓励我，毋免惊，毋是我咧做，是上帝伊会做。只要咱愿意，伊愿意将我这个有限的人、有限的听，伊要甲我变做，互更较侪的人会当得到。所以我非常感谢上帝，伊安尼引带我，伊嘛用圣经话甲我讲，我的稳定教给你用，因为你的软弱的时，我的开力会当完全发挥。第二，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先生，因为我无打算要做牧师，所以我迄阵去读神学院时，伊就是我的金主，我一定爱感谢伊。伊互我毋免双联教会，或者是台湾神学院，还是任何机构申请奖学金，伊阁爱负责我所有的费用。我上课迄阵，阮当换新车，伊嘛互我全部拢互我使用。伊拢去坐公车，无得捷运哦。婆婆，对不起哈。伊是我真正好的熟龄的同伴。佮做车夫，陪伴我，逐年拢爱去乡下地方代表神学院去募款请安。伊不但做车夫，伊阁爱付我的住宿费吼。我嘛真感谢我的先生会安尼来支持我，因为我捌听过，嘛是有医生娘想要读神学院，毋敢讲。甚至有的医生娘已经考掉啊，伊的先生感觉无妥当，所以我感谢上帝，互我一个跟我的意念、佮想法、佮这价值观非常接近的一个位先生，坑长了吼。蔡牧师伊邀请阮2个来谈话时阵，迄阵康长老爷佫是在一个长老，伊就讲：恁2个想看卖啊？是毋是坑长老愿意落来吼，失去放弃即个长老位吼小请起来做传道吼，因为这是咱双联教会内规，所以若有伊就无我就对啦吼，若有我就无伊啦吼。所以经过伫厝内的讨论，含囡仔的讨论，坑长老愿意换手啦吼。就伊落来换我即位小会安尼，伊就有缘一直拢咧甲我扶持。我嘛会记，阮了个还未回答蔡牧师会邀请以前，坑长老嘛是甲我讲，上帝栽培你几60年，你检通无出来，互上帝甲你用吗？我确实是伫双联教会，对教幼稚组的囡仔，一直教到成人主义学，嘛做过小组长。我迄个小组即摆，迄2个小组长拢足强的吼，我拢歹势讲我是伊的小组长啦吼。嘛知影，的知影活水小组有多优秀的区长、小组长哈。做过妈妈读书会同工，我相信落尾我搁去到神学院造就遮的。一切拢是上帝的计划吼。坑长老伊毋是讲惊我伫厝惯伊的，所以紧甲我杀出去啊吼。毋是安尼，伊讲家己走去安尼享受，伊无。伊颠倒诚侪我最重要的同工，
伊是我后世上个大的后盾吼。伊讲叫我是毋通讲伤长伤久就肉麻，伊惊伊爱去厕所尿遁，所以爱讲到遮的伊的部分讲到遮就好。第三，我要感谢我的婆婆吼，伊教养出遐尔好的后生，伫后世中诚做我真正好的同工。虽是上我的婆婆70几岁才来信主，但是伊担着上帝的甜蜜的时阵，伊非常爱传福音。不管去菜市啊，去全联，任何人伊拢会当甲伊传福音。所以伫我的眼中，我感觉我的婆婆，伊实在是男时年纪的关系吼，实在是长乐含技术非常好的人选啦吼。第四，我要感谢蔡牧师的邀请，将互我才有这个机会当进入上人教会母会这个牧师团队内底。我嘛感谢小会员的同意，我才会当成做今仔日的牧者。佮非常感谢牧师团即个副牧拢对我非常的照顾含帮衬吼。我嘛真感谢咱母会所有的中级团契小组含诗班的同工，会当含恁做伙服侍，实在是我非常大的福气。我嘛感谢圣歌队，其实这是应该是主任牧师的迄个服侍关怀，因为牧师伤无闲，所以当我来甲因关怀，我做因的桥梁跟窗口吼。感谢恁今日会当来为我献诗吼，含廖牧师为我来唱祝歌。我嘛感谢办公室真侪同事同工，为着阮即摆礼拜付出真侪时间讨论，要送啥物货，佮要安怎步骤吼，拢真用心，因的劳苦含着无，我嘛真正感谢伊。第五，我要感谢台湾新学院对我的栽培，因为我过来台北上较近的，就是台湾新学院。我想这嘛是上帝伊的安排。事实上，像我安尼年纪遮大，才去读新学院，阁是一个女性，实在是造成了新学院真大的困扰，我家己都毋知影。我就想讲，我敢若要去读了，我就要做老师，我袂甲恁麻烦。但是迄个读册过程是有爱实习的，所以讲实在无啥物教会介意即种查某佮老的新学生吼。所以我真想起来，我真正对我的学校非常的歹势嘛，感谢因吼，安尼甲我包容。第六，我要感谢我会当算是我第二个母会太平间长老教会，遐个中级嘛是非常的有素质，佮足够的因遐个会友嘛对我非常的接纳，非常的听我，嘛三不五时会来台北看我，今仔日我嘛足感动，以前拢咧带青少年的技术员嘛，已经是长老王长老吼，嘛代表教会送来3份的礼物，互我非常的感谢，因为迄阵我带是青少年，所以因拢阮仔拢来甲我恭喜，我真正足感动的吼。我感谢陈天祥牧师牧师娘对我的教导，互我会当顺利摕到完成这个牧师资格的考试。我嘛要感谢台湾基督教会总会会改变这个条款，互我会当顺利奉牧。感谢台南中会7中会真侪牧长的帮衬和扶持，才有今仔日的我。我感谢今仔日主持礼拜的每一位特会员，感谢恁。感谢恁的调话和准备，互这场的礼拜充满了上帝的话，和上帝的圣性，和咱三个弟弟。最后，我要感谢我开始来介绍我的参加的家属哈。我先谢谢我的婆婆、妈妈，你要站起来无？我的大家啊，康长老的妈妈，谢谢，谢谢。再来是阮先生的大弟康维明，他们习珍，老二，再来康维仁、
康慧茹，这老三，再来康怡君、康熙荣、康培胜，伊有那咱教会的，培胜是咱的技术。再来，我介绍我的后生康兆福，哈，好，跟我另外一个后生伫咧荷兰的上班，伊讲伊今日有那准时伫咧网络上看我的礼拜吼，我真正是感谢我有这样美满幸福的家庭做我很大的后盾哈。最后我要感谢。我的金主啦，我的金主我袂记，我想讲，康长老请。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太重要就忘记了，因为是我的一部分就忘记了。他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先生跟属灵的同伴哈。那我嘛要感谢讲，我这几天不断的收到就是张老娘好朋友写互我来甲我恭喜，佮甲我鼓励。吼，我今仔日来教会，嘛看到我的桌顶拢是花吼，我无法度一一甲恁答谢，总是上帝拢会纪念恁所做每一个水。愿上帝伊安怎祝福我，伊嘛要安尼祝福恁大家。愿上帝神常常甲恁三角伫地，诚做恁的保护，诚做恁一生一世的祝福。感谢大家。照中会惯例吼，洪牧师请去甲先生拥抱、亲亲加祝福。还有婆婆，还有婆婆，还有婆婆，嘿，吼，来拍婆啊！请坐。中会足贴心的，请这个张牧师讲都只有10分钟，留15分钟给你讲，真好。来，迄个甲边仔讲，毋是鱼酥、肉酥，是耶稣；毋是鱼酥，毋是肉酥，是耶稣。哦，即句话我一定要去传讲吼。好，我嘛最爱传福音的吼。连讲则滚即个牧师妈婆婆甲你合适，咱来传福音。吼，好。拄则听洪牧师的分享吼，咱相连幼儿园吼，我已经看见未来有500位的牧师啊！阿门，阿门。你对新兴幼儿园得到福音，所以咱相连的吼，哇，500位牧师要产生啊！吼，好，你拄则讲吼，你年长无，你18岁，永远18岁，上帝要使用你。下面咱要请廖慧茹牧师来讲这个就任词甲介绍。六位牧师，大会员大家平安。我昨昏为长无解，互所有讲较短小可。我本身嘛是第一代基督徒，伫沙林堡大汉的。我去到教会是因为我的同学带我去教会。所以我真感谢伊，就是去到教会我遮，互我感受到。原来有一个所在有遮尔多疼，这个疼是超过人会当离世小时陪伴的，这个疼嘛是超过年纪阶段，还是超过任何身份会当陪伴的。因为伫我细汉时阵，差不多拢是一个人伫处理吼，爸爸妈妈拢因为真无用的工课，阮即个尾仔来嘛是去外地读册，所以伫我的印象中的幼儿时期跟国小时期，我感觉孤单这两个字吼，所以我真感谢上帝，就是赐给我的同学会当带我去到教会，所以伫内面我就真开阔我的心来认识上帝，来追求伊的听，然后伫伊的陪伴甲
教导内面，我参加真侪教会的训练，所以我的生命会当吸收遮侪上帝予我的教示，我感觉真大的感动吼。所以渐渐啊，嘛是因为看到牧师咧服侍的时，伊每一个卡字啊，伊每讲的一句话，伊所听所有囡仔、大人、大细汉哦，伊所付出一切，我一间偷偷伫心内就甲上帝讲，上帝，即款牧师安尼，我感觉若有一天若有可能，我是毋是嘛会当亲像伊啊吼？伊我安尼讲是感觉真歹势，我感觉真奇怪，因为伊是查甫，我是查某，伊是大人，即摆迄阵仔是我是，我就是一个青少年。但是我感觉真感谢上帝，伫迄阵仔我安尼讲的一点点仔的望，伊去甲我记牢伫伊的心内。我真感谢伊，所以互着我即摆当徛伫遮，我感觉真感恩。特别迄阵伫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我嘛真爱读一寡宣教书的传记，特别马介故事、马介的册最爱读的吼，嘛真爱行伫淡水河边。嘛知影讲伫双连，讲马介遮有教会有病院，所以伫即个大环境内面，我感觉真温馨吼，嘛感觉真有亲切，因为这是宣教师所行大足侪的所在吼，所以渐渐啊有一寡机会嘛，对伫教会双连教会真熟悉啊吼。我伫真少年时阵读神学系吼。我就认捌着赖声亨长老，对，我参与做伙读册吼，嘛有阮福志长老，对，所以伫甲因做伙读册，甲因做伙伫神学系服侍的时阵，就感觉真温暖，真很贴近吼。而且我一直印象有一届赖声亨长老，迄阵仔嘛是做同工的事，伊就讲，有想要做伙去。探望基隆班，我会记得我怎戆戆嘛，就安尼地去啊吼。当迄天坐去哩一台交通车，我拍门一开看，哇，是啥物款的人会去？大家想看卖啊？都是很重量级的，可能干部同工吼。我想想。恰一条讲，我是太傻就这样跟着去吼，以为普通人就可以去探访。但是这款的包容甲接受，互我真欢喜，会当做伙服侍。所以即摆会当转来甲双连教会做伙甲上帝，甲做各位兄弟姊妹来服侍伊，我感觉真感恩的，嘛真感谢。特别是对我所接触的，我负责伫儿童助理学。我感觉真感动，就是嘛，敢若亲像会倒转到我拄好开始伫我的母会三公教会服侍，就是助理学开始吼。敢若搁一届对遐重新开始，但是我相信上帝互我伫即条路服侍内面得到搁较侪，因为是我心中搁来届，即摆搁开始来服侍遮个囡仔甲家长，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也祝福咱所有兄弟姊妹，也祝福伫教会，甚至是咱的社区。上帝祝福大家真感谢大家伫遮做伙来参与即个圣礼典，无论是牧者兄弟姊妹、中职、同工等等，佮我亲爱母会，虽然因可能无来吼，因为之前我也讲疫情关系，咱先留无免来吼，嘛真感谢我的三公教会，多谢大家。然后要介绍对，我的妈妈甲姐姐因都有代志都无来吼阮姐姐尾啊有受洗礼啊，即马剩妈妈，所以请大家嘛为阮妈妈来祈祷。妈妈过来届拢伫迄一个坎上讲，若安怎我就要受洗，都嘛还未到受洗阶段，所以请大家为伊祈祷。然后我的先生甲我的大女儿，对。按照中会惯例，赶快拥抱、亲亲加祝福哈，来。
下面要来赠送礼物，咱中会议长要送予洪秀清因为咱这只有项目才有赠送圣经吼，咱先请中会议长。总会团福会要请中会总干事陈文钦牧师代表。第三个单位台湾新南院要请院长蔡主任牧师来送予两位。第四个单位台湾教会公报社社长方南田牧师。第五个单位双联教会要请张宏德牧师，张宏德长老甲张美基长老来送予两位哈。毋知有无抢到名的单位或是教会无？好，来，开成。哦，好，来，双联幼儿园。啊，哦。哇，双重身份哦，吼，上帝是吼，哇，好，若无其他单位暗暝才送去牧师馆，吼，好。下面祝歌双联教会圣歌队所唱的诗歌，我是啥人，请两位牧师起立来接受祝福。我是啥人？
决定和平要请福地牧师长老。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真欢喜的日子吼，上帝所定定的日子。我教会有收到足多团体甲个人的贺电，若我要念完，可能爱到5点。为着时间节省时间的关系，阮用3封的贺电来做代表。好像祝书。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连教会举行传道师洪秀清洪牧就任凯牧师廖慧茹就任关怀牧师受职感恩礼拜，做主中牧，做羊良牧，愿上帝就是迄个希望的泉源，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恁充满逐样喜乐甲平安。互恁的希望，借着圣灵的能力不断加添。罗马书15章13节，愿上主赐福，温上加温，力上加力。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66届总会议长齐信德、总干事陈信良凯全体总委一同敬贺。第2封。是7星中会，恭祝双连教会举行牧师廖慧茹就任关怀牧师凯，传道师洪秀清、弘立牧师就任关怀牧师受职感恩礼拜，良牧就职，羊群加添，团队侍奉宣主福音，逐人照所受的恩赐三服侍，做上帝。百般恩典的管家，这是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一定爱牧养伫恁当中上帝的羊群，按照着上帝的旨意照顾因，爱做因的模样。记载伫彼得前书第5章第2到第3节。7星中会议长黄春生、总干事陈文钦凯，全体中委同工一同敬贺。第3封是台湾新人院，恭贺双连教会洪秀清传道师洪牧就任凯，廖慧茹牧师就任关怀牧师受职感恩礼拜，恭祝中牧圣礼典，贺主洪恩临圣会，弘立良牧主加冕，牧养羊群永未善。我要感谢迄个互我气力的咱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伊掠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伊。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12节。台湾新人院董事长罗龙斌、院长蔡朱伦凯全体董事同工，殊胜一同敬贺。以上。下属要请蔡正道主任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代表双连教会来感谢今仔日伫黄顺昌牧师议长带领下面的这特会员，因为因的参与，互今仔日的这个特会会当真顺利来完成。真感谢春昌牧师、甲洪文牧师、佮金东牧师以及光tro长老、甲嘉宏长老恁的服侍，多谢。佮另外也要感谢在座的贵宾，因为恁的带导甲光临，互今仔日的这个特会会当得到真大的光彩。另外，我也要代表教会2位新任的牧师来说多谢，慧茹牧师甲秀清牧师，恁甘愿来到双连教会，甲阮做伙同工。也互咱即个牧养的团队会当更较完全，真正爱甲恁说多谢，因为咱知
伫双连教会担当牧师压力真大，有的人暗时困袂去，有的人会巴肚痛。但总是我相信，因为咱的调磨会当互更较侪羊群得到更较大的帮助。愿上帝使用咱来荣光伊的名，也请各位兄弟姊妹爱继续为着牧师团队，为着咱的中级团队来祈祷，互双连教会会当真正荣光上帝。多谢。下面报告两项事，第一项事，小咱翕相照程序单的次数，咱福地长老会来指挥。第二，咱双连教会足贴心的备办这个福道富贵道振兴经济，所以小咱的会后，请一人会当摕一包，上帝祝福咱。请起立来唱上扬诗歌，新圣诗397首，愿主祝福保护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大疼痛、含圣神的感动三通扶持，含恁大家做伙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来，会长议员起立，好。一张。